香港人如果喺內地買樓，如果你唔眨眼就亂買嘅話呢，即係隨時蝕到連底褲都冇。咁我哋最近聽聞好多香港同胞一見到我哋香港同埋我哋內地通關，即刻就衝咗上嚟內地買樓。仲有啲香港人睇樓團，一車一大巴我哋香港朋友過嚟內地掃貨。大鵬喺呢度奉勸各位啦，內地嘅樓真係唔可以亂買，如果唔係隨時蝕到死。咁我本身自己係內地人啦，咁係喺珠海生活。咁我研究發現內地同埋香港嘅買樓邏輯真係爭好遠，而且嘅話呢，香港睇準時機唔好喺高位買嘅話呢，就一般你間屋想保值或者升值其實係好容易。但係依家內地實行呢，係我哋嘅止跌為穩嘅一個大原則。咁如果係想喺內地買樓，就翻香港等佢升值，咁樣嘅諗法其實真係太天真。香港呢係人多地少，收入嘅水平普遍嚟講係高啲嘅。只要我哋嘅經濟穩定，國際上邊冇咩大衝擊，樓市呢基本上係一路向上。不過我哋內地呢地大物博，咁然之後真正有可能升值嘅地段同埋嘅屋苑真係萬里挑一，而且升值效果最好嘅地段同埋屋企呢，其實好多人係真係買唔起，因為喐下喐下就係幾千萬甚至乎上億嘅豪宅，所以隨便賣樓嗰啲中介呢，拉你哋去山卡啦或者啲3、4、5線城市，就同你講哇，呢度有咩規劃，有咩 shopping mall、地鐵、輕軌、高鐵，買咗肯定升值。實有八九，一定係一個大坑等住你跳落去。咁往年呢啲地方係直接跌到撲街，就算係舊年2024年內地啲樓市開始回暖，行情慢慢開始好轉，佢哋依然都係毫無起色嘅。你想賣出去都冇人接盤，所以麻煩各位香港嘅兄弟姊妹、叔叔阿姨，樓真係唔可以亂買，特別係內地買樓，隨時變夫之殘。如果真係想了解內地買樓，關注大鵬可能會對你有幫助。